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同一时间，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能够一起用敬畏神的心，一起用喜乐的心，一起用一颗信心的态度，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也盼望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生命的盼望跟祝福。邀请各位，我们在开始以前牧师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安静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慕你，我们的心何等的在主你面前，能够在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不仅得着生命的盼望，我们要恳求主你的话语再次透过今天我们的领受，能够得着生命的盼望。谢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更期盼在每一次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带来喜乐的盼望跟祝福。谢谢你，愿主你引领我们，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一起在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主。谢谢你，主啊，我们向你恳求，愿主你帮助我们。虽然外面的世界，现在的世代有许多令我们惶恐、担心、害怕的地方，但是我们求告神，你必定在我们生命里面要为我们预备生命的道路。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恳求，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耶稣基督，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们再次对神说，我愿意全心的来荣耀神，主耶稣。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
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这时候我们要一起在灵里面，我们一起透过灵歌的祷告，我们一起透过开口的祷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能够进到神的恩典的宝座、施恩宝座前，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生命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生命，能够上帝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主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得着你救恩的生命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活泼起来。主耶稣，我们愿意，让我们不在乎单单只看世上的成就，让我们学习在你的面前能够视为属耶稣基督的福音作为我们生命的至宝。谢谢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主你面前，愿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勇士，为主你做见证，为主你做美好生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认识属于主你的儿女百姓是有福气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跟奉献。祷告奉献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无论是将你的需要、将你的困难能够交在主的面前，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牧师也鼓励各位，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透过奉献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透过我们的行动来见证神的作为。我们再次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心，我们透过祷告能够经历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生命的恩典，但我们更需要在奉献的行动上面能够再次成为一个主你所祝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透过回应神，透过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来作为主你圣工的用途，也求主你纪念我们的摆上，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在我们生命里面如何来接受你自己，成为一个全新生命的你。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再重新活过来？这个基督徒时常说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啊，但是这个生命怎么样真正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让人家看起来是一个重生的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呢，也记载着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见证他的荣耀。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面旧约的一个故事，也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发生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他谈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涵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层面，也跟我们的生命有息息相关。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在民数记14章6到9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念。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亚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段圣经节里面谈到，当摩西带领12个探子要进入迦南地，他先派这12个探子去一探究竟。可是当摩西派这12个人进去以后，他们从迦南回来，在摩西的面前，在其他的以色列人面前谈到一件事情，说那里我们所看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呢，在那当中耶和华我们所窥探之地经过之地是一个极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迦勒他在那当中约书亚和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这段圣经节实际上是谈论当这12个探子他们面对群众说，迦南地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果实生产收获非常多，唯一一个缺点就是那里的人非常强壮，而且城墙非常的坚固，恐怕我们进去我们可能打不赢人家。所以呢，这12个探子里面呢，有一些人他们讲了负面的话语，而重新让这一些不管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重新再次对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的之地非常美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方，而且把那个地赐给我们。那地本来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意思就是说，当这12个探子里面有些人讲负面的，讲消极的，不可能我们没办法进去啦。我们不可能，即便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不可能进去。可是呢，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在大当中说，但你们不可以如果我们要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迦南地，那么我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可以怎么样，不要怕那些人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相信上帝与你同在吗？我相信，我们都相信。但是呢，其实有人是不相信的。有人认为讲这种话的人是什么？太高傲了，太骄傲了所以呢，这些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2个，打死约书亚跟迦勒。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关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上个礼拜，牧师问一位同工，我说：我们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地点不一样了，教会不一样了，请问你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有一位同工他说没有感觉到不一样。我就觉得很讶异。外在的环境都已经变了，可是如果你的心还是一样停留在旧有的思维里面，请问外在的环境对你有没有帮助？改变就没有帮助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要明白。嘉欣，你的生命有没有觉得你不一样？有。2年前、1年前，甚至几年，甚至30分钟前，每一个时刻，你一定会去感觉你的生命有什么不同，这才是基督徒。可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这个，所以今天牧师用一个主题叫做接受自己全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些人不见得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虽然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虽然我们认识这份信仰，可是我们不相信这位主是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上帝要赐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所看民数记，
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以前，上帝他如何先考验他们？所以我觉得教会要增长，教会要进步，首先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圣灵的能力当中去经历什么叫做生命得胜的态度。嘉欣，你有没有生命得胜的经验？有吗？你可以拿着那个麦克风，刚刚那个麦克风，那个四方形的那个。每一个人都会有得胜的经验。什么叫得胜的经验？假设你，我记得我在写考试的时候，当我预备我的功课，然后成绩达到我所期待的，有没有一种得胜的感觉？有没有？因为我付出了努力，让我的成绩而进步了。那嘉欣牧师要问你，你有没有得胜的经验？有没有？有，对嘛？像今天牧师就问你说，你在学校成绩怎么样？感谢主，你很确定的说我在班上第1名，这就是得胜的经验，得胜的态度哦。你不仅有经验，而且你知道那个态度很重要。所以牧师非常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认识的这份信仰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生命得胜的态度是什么？你必须要去了解你的生命。有一句话说，犹太人在做生意他们是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那他们的智慧他们曾经有一句话他们有3个名言他们做生意的3个名言第一个，不会笑不要开店，不会赞美不要说话，不会说故事不要销售。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要开店你做老板的，你脸上都没有笑容人家会认为说你卖的东西感觉好恐怖我光看到你这个老板我就不想要进去了。第二个，你也不会赞美人你说话每次只要一说话都是得罪人所以不会赞美就不要说话，懂得安静下来。有些人讲话只要一出口就是怎么样，就是得罪人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赞美的话语。第3个，不会说故事就不要销售。什么意思？销售是需要什么？要有经验。什么是故事？是你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福音，有人说传福音跟销售有点像，我觉得是行动像，那个行动行动的方式是像的，像在传福音也是这样。所以要传福音，你就要学习怎么做见证。我觉得基督徒，如果你不学习做见证，你真的没办法传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接受自己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了解得胜的态度是敬虔的基督徒的一个基本标志。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说你很敬虔，可是你的生命都没有，好像没有那种得胜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叫得胜？不是只有做生意得胜不是只有赚大钱才叫得胜我今天我面对这一个人，我没有产生跟他冲突，甚至我让他多跟我讲了3分钟的话，我有没有得胜？有，我在人的关系上得胜。我在教会，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跟我讲，牧师，我今天没有睡觉了，我听你讲道没有睡觉了，感谢主，这就是她过的得胜的生命。阿们。那有些人他来教会，他就是怎么样？每次只要一听到讲道，他就睡着了。说真的，你可以期盼求圣灵帮助你。我觉得得胜的态度有很多，在基督徒身上，特别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敬虔、敬畏神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有得胜的态度。所以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环境，我们都必须要了解，保持得胜的态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今天圣经节里面呢，其实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箴言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就是说医治你的身体，滋润你的白骨，滋润你的全身呐。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债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到，在这世代有很多人，他们不晓得上帝是应许我们，要让我们经历到生命如何进到那迦南美地。我们必须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不认定他，很多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自己。很多时候你不会想要依靠神，很多时候你只会看到外面的事情，你就吓得要死。就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听到有些探子回来，他们就说：哇，那个地方虽然不错啦，可是那个地方那些人太强壮了，他城墙太坚固了，我们可能跟他们打仗，可能也会打输。所以呢，我相信在基督徒身上也是有。当你要迎接自己的生命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改变你的心态，让你的心态先成为一个积极正向得胜的人？那牧师要鼓励各位，在申命记第1章34节到38节，圣经当中，上帝他喜悦约书亚跟迦勒。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这一段话，当约书亚跟迦勒他告诫这些以色列全会众之后，在有机会你们看申命记第1章34节到38节，我来念：耶和华听见你们说话，你们这话就发怒，就是说听到那些会众说那些话就发怒，起誓说：这2世代的人啊，连一个也不得见我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祖宗的美地。也就是说，我绝对不会再赐给你们了，不会赐给你们产业。甚至呢，上帝又说：唯有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最后37节，耶和华上帝他说：因为摩西的缘故，他向他发怒，说：你也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38节他说：伺候你的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所以我要再次说一次，刚刚我说迦勒，上帝有没有赐福他？有。上帝不仅赐福他，他所踏过的每一个地方，他的子孙都要得着祝福。甚至后面他说，他也告诫这个上帝也告诫摩西，你要去鼓励约书亚，要告诉他约书亚，你也要得到这些地方，而且你也要让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我觉得基督徒会不会希望赚大钱？会不会？嘉欣，你会不会希望赚大钱？会。你会不会希望得着土地的产业？会。但是这些产业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上帝让我们学习像约书亚跟迦勒一样，当我们看见那未来好像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是遥遥无期的，可能我们也不晓得。其实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上帝其实要让摩西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是轻而易举啊，可是为什么还要透过摩西差12个探子进去看？我觉得上帝有他奇妙的计划来告诉摩西，希望让所有以色列人真实的体会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今天最后牧师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节箴言，其实里面告诉我们几个红色的重点。他说：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一个被上帝的话语教导、修剪，甚至有些时候会责备。你会觉得哦，我没有啊，我是这样的人吗？没关系，如果你觉得做得不够好，那我们继续努力。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会能够活出一个怎么样看待自己一个全新的生命。即便当下的你的生命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我都相信神他喜悦我们的生命，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一个更美好的生命。求主祝福大家，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来经历神美好的计划。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心，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透过今天迦勒的故事、约书亚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当我们面对我们前面神你所要应许我们生命的祝福，但是我们很多信心的功课，我们还缺乏操练。我们有很多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活出一个得胜的态度。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再次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在反省思考当中，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也求主你赐福我们教会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因为疫情所导致的确诊的案例，我们的生命依然信心的依靠神。求主你医治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在6点半到7点半之间，欢迎各位，也欢迎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愿主赐福大家平安。